大学学测今是考第二天，考英文、国文综合测验加写作，有12万人来报考。其中国文这综合测验就考签诗卜卦加人格测验，这题目是修甲真晏。这大考中心也表示讲，今年的题目有较难小看，看科目的文章较济，都要先理解清楚，才有法度写会出来。学习看到最后时阵，到有边的铃声响起，大学学测第二天考的是英文加国文，英文考先考。我觉得蛮简单的，然后特别是混合题啊，混合题就很容易就找到答案。作文有比较好写一点的感觉。大考中心说明，今年英文考的考题来源真宽，大部分来自网络的文章甲新闻报道。芭蕾、新美仪大教堂立题，作文也以红台架为题，取材更加生活化，整体困难度拄好，有鉴别度。报告老师有估，竞标也是代表可能提悬1级分。多着重于文章阅读理解与词义的判读，没有特别刁钻的题目，阅读量适中。试考生认为整体的作答时间应该是相对充裕的。下晡考的各种试题考内散文比重是近4年来上悬的，取材更加多样，有日本定型的典诗、占星卜卦、中医科学、最流行的话题 ，MBTI 也入题，严格未少学生拢讲混合题的难度较悬。混合题是什么框架概念什么的那些的逻辑那些什么的，有点不太懂。文本本身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理解，然后题目问的方式也比较巧妙。命题方式是非常扣合15篇古文，而且呢，对作品的理解与应用远比文化常识，就是包含作者跟国学这个部分呢还要重要。张高中各种科评论老师讲，试题注重伫阅读理解，有7分数甲去年差不多。大考中心是说明，整体难度中度偏困难，尤其真侪看文本解读的题目，必须要提出信息来比较综合整理，才有法度顺利来作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